努力。唉，究竟點解呢位施主會咁沮喪呢？原因係今次我哋愛的禮物電子書簽名會情況告急，簡直係勢如洪水猛獸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鑑於呢一個申請嘅程序比較繁複，暫時到現時為止，星期日12點鐘嚟到我哋電子書簽名會嘅只係得3個人。有邊3個？我、你同埋你。所以好沮喪。咁究竟點做好呢？點做好啊？點做好？只需要晏晝嘅11點鐘，呢個時候就呼籲大家嘅幫手啦。下午時分11點3個半字，只要去到會展嘅4樓君爵廳，去到門口就會有人話俾你知點做。但係我哋一路需要嘅就係你同埋你記得出現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會好沮喪。當然啦，喺呢個過程入邊，話明係電子書嘅簽名會，你要預備一部 iPhone 或者一部 iPad。如果你都帶齊以上嘅產品嘅話，歡迎11點3星期日見。其實與此同時，我亦都求咗一張高登嘅另外神獸卡，咁緊要就叫做有冇搞錯？不能了。鑑於有呢一隻不能了，麻煩大家真係需要依時出席。如果你係諗住6點鐘嚟，我哋都歡迎。不過12點鐘我哋真係需要人，我哋真係需要人，麻煩你出現啦！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場面好冷清，我哋真係好慘。你要記住11點3星期日11點3早上嘅11點3，你記住去到會展嘅4樓君爵廳門口就有人嗌你嚟啦！你都你出現啊！你都唔想佢咁㗎？啊！喂，可唔可以俾啲氣啊？小強！